今次又比較特別嘅，因為係成個戲多都冇噶啦，淨係睇我同 King Sir 得我哋兩個睇嘅啫。咁我覺得咁樣又好新鮮咯，對我嚟。係喺一個車卡裏邊相遇，而相遇咧唔係直接嘅交流，係嗰個咁嘅規定情景咧係好特別，咁係可以講話做咗幾廿年戲都未試過。幾心驚膽跳嘅挑戰